典礼开始，首先进行太鼓表演。太鼓是由我们中心单位神鼓队，由我们王培志老师所指导。今天我们中心神鼓队会带来初级及庆典两首，我们大家一起掌声。合成单位先领，合成单位牵线，合成单位牵线。合成单位。是这样，多谢，鼓声雷动声震天，天地和气降
保家乡，虎声雷动耀玉环，传承盛业永无疆。
好，我们非常感谢由我们中心单位宣布认证带给我们的精彩的表演，对我们今天的体育国民队的非常正边的一个表演哈，我们再次掌声来鼓励。接下来。